国际新闻来看，川普1月20日要就职，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初时就飞去美国，甲川普见面，表示友好。另外一方面要管理政府效率部的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伊进前批评德国的总理甲政局，初五又搁讲，英国改革党的领袖需要换人，嘛批评现任的领导人法拉吉无责任。根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初时秘密对罗马飞往美国了后，就直接去川普伫佛州的私人海鸥俱乐部。川普会面梅洛尼的时，身躯边有美国新政府内定的国务卿卢比奥、内定的国安顾问瓦尔兹等人，接待规格是真悬，双方的大使也拢在场。梅洛尼初五打出两个人做伙翕相的相片，并且强调意大利已经准备好甲美国的新政府合作。川普也邀了梅洛尼扫过欧洲，梅洛尼也正做川普胜选以来到佛州拜访川普的少数外国的领导人之一。川普在1月初胜选了后，有见阿根廷的总统米雷伊、匈牙利的总理奥班、甲加拿大的总理杜鲁道。根据了解，梅洛尼甲川普讨论包含乌克兰战争、中东局势、甲关税等等。原来梅洛尼一直是乌克兰上有力的支持者之一。意大利的媒体指出，和梅洛尼发动这届访问上大的原因，可能是为着解决意大利女记者莎拉和伊朗拘禁的问题。因为梅洛尼的保守派立场，伊互看作是川普有可能的重要的合作伙伴。原来梅洛尼也甲要掌握川普政府效率部门的亿万好家人马斯克关系真密。不过马斯克最近一直插手英国的政治，引发外界的关注。马斯克顶个月才甲英国的改革党领导人法拉吉会面，之前佫传讲马斯克要捐1亿的美金予改革党，希望这个党会当伫后届的大选打败工党甲保守党。不过马斯克初五的态度大改变，伫社群平台 X 顶面发文表示，改革党需要一位新的领导人，法拉吉无即寡需要的条件。马斯克之前一直互批评，想要影响英国的政坛。去年热人英国爆发反移民的骚动以来，马斯克捌真侪届批评英国的首相施凯尔，包含最近佫重新提起2012年英国罗奇戴尔的性侵囡仔案件，指讲施凯尔苏当时担任总检察长的时阵处理无好势，佫强调为着英国的利益甲安全，应该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